係咪好好聽呢？各位觀眾，俾多啲掌聲支持下我哋咧！多謝盞哥，OK正。好快又嚟到我哋嘅壓軸歌曲嘅時間啦。當然係我哋個何瑞樓小姐，佢係以一人分飾3個角色嘅，係會演出嗰個黃韻一個老練好陰沉嘅，同埋一個呂布係一個年少輕狂嘅人，加上一個聰慧柔弱嘅貂蟬，究竟佢點樣去演繹呢？一陣間我哋會可以睇到嚇。就今晚為呢首壓軸歌曲掌板嘅師傅係嚴定國老師。好啦，我哋都有啲急不及待啦。我哋而家請出何瑞樓小姐黃韻獻貂蟬，多謝。不知溫侯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，望求恕宥啊！司徒無需客氣，相邀過府都未知為何由。溫侯為讓無理英雄蓋世，用官神州，撩似薄著的街鬧，欲敬溫侯一杯酒。溫侯請。Sim.
真，串串那好歌喉啊！言歌妙韻動情懷，今問是誰人所奏啊？少女閒呢路，話是撩衣間燒心。溫厚啊，離境杯酒，有此人嚟，請小姐出堂。貂蟬，快向溫侯敬酒啊！啊，麗兒知道。
愁，正氣共你相邂逅。聲歷歷記心頭，願朝朝相對共你貂蟬，時候都不早啦，你回房休息也罷。哦，女兒真明。請問你扮人貂蟬教頭？哦，小姐，你慢行啊！女謀嗰日再來問候。溫侯，溫侯，黃司徒，唉，溫侯啊！少女待字閨中，都未曾配夜偶，欲為他擇世，結爹風愁。欲上高攀溫侯，望你不嫌女兒醜陋。上心馬頭，想不到今日天賜良緣啊！感激大人對我情深意啊！如此樂長大人在上，請受小婿一拜啊！好女婿，好樂長。好女婿，哎呀，好惡長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好！幸蒙後愛隨我雙頭，天賜良緣，成佳偶，立為夫弟終籌頭，擇定吉日良辰啊！
請太師的過負，且看我臉還沒計，要他父子的承受。多謝晒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